咱各位参观的话，大家咱就过来，咱后边都有人生的人员，后边都有人生的人员。晚上9点了。往下，开始报的，然后再往下开始报的，看两人都有前门进入两个人生啦。当下来都有小朋友啦，然后开始跟家庭啦，也准备要进玩，大家各位玩，大家之后，感谢你的参与，这边咱第三档的演员会当完我的代志，感谢。晚上9点了，中华民国106年7月1号，公元2016年7月1号，农历5月27号。